我叫張家寶，係一名乒乓球運動員。從細喺父親嘅影響之下，我踏上咗乒乓球呢條路。在此，我想特別感謝我嘅教練傅紀希教練。如果冇佢嘅細心指導同埋全力支持，我相信我係冇辦法取得今日嘅成績。喺我面對低谷嘅時候，佢總係陪喺我身邊，一齊面對困難，揾方法解決。正正如此，我先可以喺最近嘅第21屆新界區際乒乓球聯賽中得到亞軍，並在早之前得到全港乒乓球丁組嘅冠軍。我相信運動嘅真正意義係在於傳承熱愛。未來，我希望憑藉住自己嘅力量，向更多人推廣乒乓球呢項運動，令更多人感受到佢嘅魅力同埋樂趣。多謝。